化有一个男子不满环境处理伊的案件态度，竟然伫3天内到分驻所乱误解。伊赛车到分驻所一直二喇叭，企图要搁赛车来冲浪，搁来甲环境呛声，搁甲所长叫垃圾话，最后互逮捕移送法办，一审互判刑10个月。 轿车停伫咧分驻所门口，驾驶饲喇叭，惊动员警出来看。停车伫咧分驻所的门口饲喇叭，对员警起无空，失控的行为也够多。伊甲车片踹伫咧车道顶，员警到驾驶组了解状况，只是驾驶情绪失控，吹油门先捌骨搁向前，员警赶紧闪去边仔，驾驶搁甲车头向员警吹油门，敢若要甲弄。其他的员警听到吹油门的声，撞出来看，发现轿车的驾驶真激动，搁想要弄员警，随甲发阻挡，驾驶才赛车离开。阮叫我警察都甲帮啦。 也想要甲帮啦，无伊就嘛是足有效的呀，我这点嘛才有效啊。赛车的酷姓查甫人，因老母讲，敢若是不满员警处理伊涉案案件的态度，3天误解用危险的手段挑战公权力。8月23，赛车插伫咧分驻所头前，想要弄警察。下晡，更因为公道的问题，对所长骂过离经。到半暝，伊搁较喊过，赛车到分驻所头前来回捌骨向前7届，其中2届搁甲车头驶入分驻所的出入口咧起无空。到早晡，搁缀警车。 车6届，时间有10分钟，搁向大东下行 S 型，甲警车阻挡上无8届。8月25号逮捕了后，用5离经马副所长交员警，警方依法甲伊送办。一审的判决出来，地院的法官认为伊完全无法治，犯着妨害公务、强制、恐吓等罪名，判10个月徒刑，会使入扣罚金，嘛会当上诉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